我今日發現咗呢一個曼德拉效應，就係呢一支玩具槍，自己就冇玩過嘅。玩具店度係見過呢一支槍。我第一次見到呢支槍嘅時候呢，我喺度諗緊點讀呢？因為佢用3個英文字，就係 NRF。當我今日再見到呢一支槍呢，佢變咗 nerf 喎，NERF。咁如果一早我係見到 NERF， 我冇理由唔識讀 nerf 㗎。咁我當初唔知道點讀，咁呢一個記憶咪唔成立咯。另外喺一個 YouTube video， 我而家揾唔返啦，就係一位美國嘅 YouTuber， 佢係一個女人嚟嘅，佢係提過呢個 NRF 呢一個玩具槍，係直接讀嗰3個字母出嚟。佢就話佢嘅小朋友細個嗰陣時咧，滿足佢哋嘅聖誕節願望好容易，只係要 NRF 槍啊，要啲芭比公仔啊。但係大個咗咧，就要買手機啊，要去 holiday 啊咁樣。咁佢就提過嘅，因為佢係一個真係正式係白人嘅美國人，佢嘅英文係唔使講嘅，佢係一個美國人嚟嘅，唔係嗰啲移民嚟嘅。所以我就好 confirm 係 NRF， 而唔係而家嘅 nerf，NERF。當喺 YouTube 度 search NRF， 當喺 YouTube 度 search NRF gun， 呢度第一個 video 白色嗰支呢，個 title 係 NRF gun， 再嚟都係 NRF gun。佢當時我記得咧，佢係得3個字母，就咁寫住 NRF， 絕對冇一個 E 字喺中間嘅。如果係記錯，點解呢啲記錯咧？全部都係一個串法咧，係 NRF， 同我記得係一樣咧。再碌落去咧，都係3、5個之中咧，有一個係記得係 NRF。呢度咧又係啦 ，NRF。我諗證據都足夠多㗎啦。如果你都記得係曾經係 NRF， 你喺留言度話俾我知。嗱，呢度又係啦。希望你鍾意呢一個曼德拉效應嘅 video，請你 like 呢個 video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多謝。